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茄子柴。总有那么几天，家里会有吃不完的鸡肉，怎么办呢？当然是选择腌了它呀，嘿嘿。今天我们用2种方法来腌制，用了大小不同的2个碗来区分。第一种使用香糟卤，倒入到碗里，没过所有的鸡肉就差不多啦。第二种，加2勺盐，搅拌搅拌，使用绍兴花雕酒，也是倒入没过的量，然后把它们拿到冰箱度假一晚。第二天早上看这个色泽，鸡肉与乳汁的油水交合，色泽金黄，妙哉妙哉。用了盐加料酒的1碗鸡肉，乳汁颜色更深，酒香与油香的完美融合，妙哉。都夹起来一块看看，完全没有过夜冰箱鸡肉的干涩，带着丝丝咸香味。柔软的鸡皮也在腌制的过程中变得有韧性。好吃。再来试试料酒版，扑面而来的香气带着小时候妈妈的味道。咬一口，哎呀哎呀，好吃，忍不住让人想到鸡你太美，鸡，放错片了。再配上1碗稀饭，真香。茄老师您播话时间，腌鸡肉已几秒，鸡你太美，鸡脑这个好奇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